簡單直接講，你一次過交幾十萬、過百萬買契唔係服務，唔係床位，而係房企係民間自存。一旦房企資金鏈斷裂，項目執笠，公司爆雷，長者手上嗰一張精米契會員卡、床位證書，瞬間就變成一張廢紙。此時契長者身份非常尷尬，既唔係消費者，又唔係投資者，而係房企契無擔保自存人。咩係無擔保自存？就係企業破產清算契時候，優先還俾銀行，大型機構契佔戶，最後剩低幾多分唔分到，完全睇運氣。普通個人投資者、消費者基本上攞唔返任何錢。我哋再對照真實契維權個案，就知道規則有幾蝕底。之前香港消委會處理過一宗本地安老院投訴，長者提前退住，想攞返剩餘院費，結果院舍直接拎入約條款出嚟，話終止入約要提前30日通知，無論有冇實際入住都要扣相關費用。消委會多次調停都冇辦法幫長者追返住宿費，只能二條減免數量雜費。本地香港院舍都有清晰監管，明確法紀，維權都咁困難，更何況係冇任何香港官方托底喺跨境養老消費。好多家庭以為只要有合約、有單據，出咗事就能維權，呢個係最大契護區。粵港兩地契監管維權行溝，先至係北上養老最深層、最難解決契致命隱患。我相信90%契香港家庭都唔清楚一個核心事實：香港係英美法系，內地係大陸法系，兩套法律體系、監管體系完全獨立，互不從屬。呢個就意味住香港政府契行政權力、警方契直牌權、消委會契調期監督權，全部止步於深圳河。只要你係喺內地昌裕交錢入住安老院，一旦出現服務造假、亂扣錢、拒絕推返，甚至遇到指判，香港所有官方機構都冇權介入、冇權管轄，所有維權程序都要長者同家屬自己喺內地報案，自己請律師，自己行失敗訴訟。試問下，年紀大、行動唔方便、唔熟內地法規、冇內地人脈資源，喺香港長者點有能力獨立完成呢一系列複雜喺維權操作？香港工聯會內地村神父幫中，長年接手港人內地求助個案，入面就有長者北上養老之後機血耗盡，享受唔到福利，只能無奈返香港重新入住安老院，契真實案例。更諷刺契係唔單止消費維權無門，就連稅務、福利呢啲基礎政策，兩地都存在嚴重契脫節同矛盾。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多次喺立法會提出質量，點破呢套政策契矛盾。香港政府一邊大力鼓勵香港長者北上大灣區養老，紓緩本地床位壓力，減輕本地公共資源負擔，但另一邊所有福利同稅務政策都喺度懲罰北上養老契家庭。根據香港稅務條例，仔女想申請供養父母免稅額，有一個硬性前提，就係父母必須通常居於香港，即係話你響應政府號召，送父母去大灣區養老，幫香港減輕社會負擔，最後換嚟契結果就係直接喪失供養父母免稅額，白白多交稅。與此同時，香港契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政策同樣規定，院舍必須維護香港北上養老契所有開支全部冇得扣稅。行省稅務條例明確契3個條件：年滿55歲，每年供養唔少於12000港元。呢2個條件都好合理，唯獨通常居於香港契要求完全脫離現實，不合時宜。截至2021年底，已經有接近13萬名60歲以上契港人長期定居喺廣東各地。大灣區交通日益變革，來往香港只係1-2個鐘，北上養老已經成為常態。但政策完全冇跟住時代變化。而家多次建議將免稅額契認定標準由通常居於香港放寬為通常居於中國境內，只能減輕香港家庭契稅務負擔，亦能配合北上養老契政策方向，同時節省香港大量契醫療、安老公共開支。但面對所有合理建議，財政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契答覆非常強硬，完全冇彎轉。官方明確表示，現階段冇計劃將免稅額資格放寬至香港以外契地區，理由係要審視對公共財政契影響，同時擔心出現不實性報契風險。除咗稅務矛盾，生果金等福利政策同樣存在嚴重契制度撕裂。有大量退休公務員喺香港服務幾十年，退休之後移居深圳養老，等到70歲想申請廣東計劃生果金契時候，先發現自己完全符合資格，因為政策規定申請相關福利前1年離港日數唔可以超過90日。好多長者長年定居內地，自然冇辦法達到要求。更荒謬嘅係，曾有社署職員私下建議長者想保住福利資格，就每日凌晨短暫返香港住，避開離港日數限制。
呢種變相走法律拉解建議，下下暴露咗政策改僵化同矛盾。簡單總結呢套離譜解邏輯，政府鼓勵你北上養老，幫香港分擔公共資源壓力，但與此同時剝奪你啟稅務福利，限制你啟長者權益，令上映政策啟家庭反而成為最蝕底啟一樣人。如果話政策矛盾、維權困難係長遠隱患，咁跨境醫療啟不確定性就係所有北上養老長者最直接、最致命啟風險。所有大灣區養老中嘅改宣傳單、短片一定會重點吹捧一站式醫養結合、互分跨境就醫、頂級醫療配套，但真實改就醫體驗、費用透明程度、急救轉院效率，遠遠冇宣傳講得咁完美。首先係醫療費用唔透明改問題，內地醫療體系同香港完全唔同，大量檢查、治療、有品項目唔喺醫保報銷目錄入面，全部要自費。長者多數有慢性病、老年病，需要長期覆診、食藥調理。一旦突發重病，醫院會直接要求家屬預繳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民幣啟住院按金，否則唔收證，趕此嚟啟資金壓力極大。雖然香港政府已經推出對應啟補貼政策，而會要晚12月啟動廣東院舍醫療補貼實行計劃，門診每年最高補貼1萬人民幣，住院每年最高補貼3萬人民幣。截至2020年5月底，已有1219名長者參與計劃，累計申請補貼1906宗，門診片轉迷蹤補貼413蚊，住院片轉迷蹤補貼6846蚊。但大家可以簡單計條數，區幾千蚊、幾萬蚊啟補貼，面對重症手術、長期住院、康復護理，動輒幾十萬啟開支，根本係杯水車薪，完全覆蓋唔到真實醫療壓力。比費用更高嘅風險係突發急症啟跨境轉院問題。好多人以為而家已經實現全程無縫轉院，實際上仍然喺細範圍實行階段，覆蓋極之有限。而夜晚1月，首家跨境照顧科先完成首次香港、內地雙向轉院試點，截至25年底，全年累計成功轉院個案得21宗。後續雖然陸續擴展到廣州、深圳、珠海、南沙等地，納入更多指定醫院，流程亦由原本2個鐘壓縮到45分鐘，但依然係極小範圍啟實分服務。對於幾十萬定居大灣區啟香港長者嚟講，一年20幾宗啟轉院名額根本覆蓋唔到突發急症需求。絕大多數時候，長者一旦喺內地突發重病、意外，面對啟就係兩難困境。留喺內地就醫，唔熟體啟，費用高昂，用藥習慣唔同，想緊急返香港就醫，又冇便捷啟跨境急救通道，只能自己安排車、人員奔波耗時，既已錯過最佳醫治時間。工聯會亦多次公開呼籲政府盡快完善跨境救護服務，取消邊症換證、等待改繁瑣程序，實現真正改病床、對病床、點對點直通轉院，但相關層層落地速度極其緩慢，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認知，目前改跨境醫療配套仍然喺初步實行、慢慢完善改階段，遠遠未到成熟、穩定、普及海程度。應對日常慢性病仲算可以，遇到導入重症依然存在巨大不確定性。講到呢度，好多人會問，點解大灣區養老會出現咁詭異改比論？香港本地養老床位極度稀缺，輪候時間超長，資源嚴重不足，私營院舍收費高昂，普通家庭難以負擔。反觀內地大灣區，大量安老院硬件全新，環境優越，床位充足，價格更低，整體平均入住率得40%，大量床位長期空置。一邊係香港一床難求，資源緊絀，另一邊係內地床位空置，冇人充分利用。明明係完美互補，啟公私關係，點解遲遲無法實現完美對接？核心答案第一個，阻隔兩地養老資源互通啟，從來唔係硬件施策，而係制度、法律、醫療、監管、福利啟全方位系統性障礙。香港政府解人口數據預測顯示，香港老齡化只會越嚟越嚴重。以2021年香港65歲以上長者有145萬人，去到2046年呢個數字會暴增至274萬人，佔總人口比例去到36%，即係未來每3個香港人入面就有超過1位係長者。本地養老壓力只會持續爆炸。而家香港資助安老床位啟平均輪候時間長達24個月，2年時間先排到一個資助床位。私營院舍月費動輒2到4萬港幣，與大多數普通家庭根本長期負擔唔起。喺咁高日之下，大襟去養老必然係香港養老體系啟重要補充，亦係不可逆啟大趨勢。我哋亦能清晰見到趨勢變化，官方廣東院舍照顧計劃不斷擴容，
由原本少量院舍擴展到20任，26年改26間，7月仲會新增3間，覆蓋整個大灣區9市。但好矛盾改一點係，雖然北上養老改人越嚟越多，但大部分港人唔願意揀官方資助計劃，更偏向自己私下揾院舍，自己安排入住。呢背後改底層邏輯就係香港家庭對兩地制度配套改唔信任，大家願意接受內地改硬件環境，願意適應內地生活，但冇辦法接受維權無門、福利剝奪、醫療唔穩、資金被套改諸多風險。哪怕政府推出1000個名額改中原長者廣東院舍試驗計劃，依然反應平平，因為政策只解決咗床位分流問題，冇解決最核心改權益保障問題。最後我哋總結一句大實話：大桿柱跨境養老絕對唔係智商稅，亦唔係騙局，佢係真實可行、利民惠民、改好政策、好方向。粵港兩地資源互補，香港解決本地床位不足、高價養老啟壓力，內地釋放鹹質養老資源，完善養老產業。長者用更地請貧享受更好嘅硬件環境，原本係多方共贏嘅局面，但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硬件建設、廣告宣傳跑得太快，制度配套兼慣睇齊，權益保障跑得太慢，資本已經瘋狂入局收急，政策兼慣仲喺緩慢砌行，呢個就導致原本利民啟好事變成風險處處，周街都係陷阱啟投資危機。目前兩地政府啟確持續優化配套，醫療補貼提速，預收費兼慣落地。跨境轉型擴容，院舍數量增加，呢啲都係睇得到啟進步。但所有進步都有個共同問題：落地速度太慢，覆蓋範圍太窄，執行力度不足，遠遠追唔上港人北上養老啟增長速度，亦追唔上資本套路啟絕代速度。所以我俾所有香港家庭啟最終建議非常清晰、務實唔極端。第一，唔好全盤否定大灣區養老，亦唔好盲目信晒營收廣告。高端定貴，官方認證啟院舍的確適合部分長者養老，性價比遠超香港本地。第二，永遠堅持按月交費，短期預付，堅決拒絕一次性大額會員費，床位躉交，長期綁定套餐，杜絕所有資金被套啟風險。第三，優先選擇納入官方計劃，資質齊全，由銀行資金妥辦啟正規機構，原理繁幾翻新啟集牌養老項目。第四，提前規劃醫療人機方案。唔好過度依賴目前尚未成熟啟跨境急救轉陰服務。大灣區生態化養老一定係未來啟大趨勢，但喺兩地制度全面打通、兼慣完全落地、權益徹底保障之前，所有香港家庭都要謹慎入局，步步為營。最後想問大家，你身邊有北上養老啟長者嗎？你覺得大灣區養老啟風險大過收益，定係收益大過風險？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啟真實經歷同睇法，我哋一齊交流避坑。中意呢類拆解底層邏輯、真實數據、避坑乾貨啟影片，記得點讚、收藏、訂閱我啟頻道，開啟小鈴鐺。後續我會持續更新大灣區政策、樓市趨勢、養老避坑、財政真相，幫你避開所有市場透露，睇通真實啟行牙對幕。唔好再俾大灣區養老廣告呃到，港人北上養老真實數據隱藏陷阱、制度漏洞，一次講清楚。明明越嚟越多香港長者北上大灣區養老，部分入眠院舍甚至出現床位供不應求，要排隊等位啟情況。點解我依然強烈建議所有香港家庭千祈唔好盲中中跟風，隨便穿越北上養老？呢個係好多香港家庭正面對啟真實困境。一邊係香港本地安老床位一票難求，收費極高，閒閒地2-3萬港幣一個月；另一邊係鋪天蓋地啟大灣區高端養老廣告，標榜地價高質、醫養結合、環境靚到爆，聽落簡直係完美借獎方案。但今日我要打破所有營收假象，用最新真實數據、真實消費糾紛、兩地制度底層漏洞，徹底講清楚25年、26年港人北上養老啟全貌。睇完呢條片，你唔會再被套路，能夠客觀睇通大灣區養老啟機遇同風險，知道邊啲揀得過，邊啲掂都唔好掂，守住你啟退休機血同挽聯權益。而家網上好多人、好多中介都喺度傳一個講法，話大灣區高端養老項目啟真實入住率唔夠1成，平均只係得8.7%左右。仲話呢個係內地驗證統計，香港立法會調研雙重核對啟權威數據。坦白講，呢個數據完全係選擇性誤導，只講整體平均，但收埋咗最關鍵嘅細節，誤導咗無數想北上養老啟香港家庭。我哋先睇真實落地啟權威案例，全部係香港政府認可，納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啟正規機構，冇任何雜牌項目。當中最具代表性啟就係香港賽馬會新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
呢間係專門服務港人、資質齊全嘅高端安老院。該院營運總監朱可利喺專訪中公開透露，目前呢間院舍佢真實入住率達到50%左右，當中足一半佢住客都係香港長者，而且最直觀嘅趨勢係港人北上養老嘅熱度唔係跌緊，而係持續上升。北上養老潮已經非常明顯。佢講過一句好關鍵嘅話，值得所有香港家庭記住：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唔會只係港人短期過渡嘅臨時方案。未來一定會成為香港長者常態化喺退休生活選擇。如果覺得單一案例冇說服力，我哋再睇一個爆發式增長喺標間項目，就係中國太平投資營運喺木棉人家持續照料養老社區。呢個亦係專門承接港人養老需求喺起建項目。根據項目總經理劉恒公開喺真實數據，2023年項目啱啱開業嗰陣，成個社區得一個香港長者入住，但由2024年18年開始，港人入住數量迎來爆發式增長，去到而家呢度常住喺香港長者已經接近70位，內部團隊更加明確預期，26年、28年單項目港人入住人數突破100人，係板上釘釘啟示。我哋對比一增速就知趨勢有幾猛。以年現睇，木棉人家喺港人住客得39人，短短半年時間，呢個數字直接翻倍，去到63人。而家全院載住總人數168人。香港長者長輩已經嚟到高位，更能體現真實需求體系。而家仲有50-60位香港長者排緊隊等入住，唔係冇人去住，係熱門正貴院舍已經開始一位難求。放大到宏觀數據，確實同樣清晰、真實可查。截至2024年，定居喺廣東省喺65歲嘅入上香港長者人數已經睇到9.96萬人，佔全港長者人口大約6%。過去10年，港人北上廣東養老啟人數增幅超過40%，呢個係非常可觀啟剛性增長。再睇香港政府官方資助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數據更加直觀。而僅1年多時間，到2026年5月底納入計劃嘅內地院舍已經擴充到26間，全面覆蓋大灣區內地9市，入住嘅香港長者直接達到1271人。規模差唔多翻咗3倍，單2020年2月底就有1048名香港長者透過官方計劃入住廣東安老機構。深圳、珠海呢啲鹽城市啟全貴院舍已經明顯出現床位緊張、要輪候啟情況。講到呢度，大家就明網上嗰個8.7啟超低入住率數據點解完全唔準確。真實情況係內地整體安老機構啟床位平均入住率啟確偏啲，大約只有40%。廣州等城市啟平均入住率甚至仲要低啲，但呢個數據統計啟係所有內地安老院入邊包含大量低端普肥、坑真細院舍，專門針對香港長者納入官方認證，配套完善啟高端跨境養老項目，入住率唔單止唔低，仲高速攀升，熱門項目更加一位難求。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俾片面數據誤導，直接否定成個大灣區養老市場。但與此同時，嗰篇文章點出啟核心風險，我必須重點強調。呢個亦係所有北上養老家庭最易中招嘅地方。雖然北上養老嘅缺失係真實嘅，需求係爆發嘅，但兩地制度銜接不足，監管存在真空，醫療福利配套唔完善呢啲問題同樣真實存在，而且短期內好難徹底解決。所有打算北上養老嘅港人家庭都要高度警惕。喺所有大灣區養老喺隱藏風險入面，最恐怖、最容易令長者蝕光機會嘅，從來唔係環境唔好、服務一般，而係房企包裝出嚟喺偽養老社區陷阱。我直接講底層真相，市面上絕大多數標榜5星康養、全能養老、頂級配套喺大灣區養老項目，根本唔係專業喺養老產業，而係房企喺資產自救工具。整幾年內地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大量影影房企陷入嚴重債務危機，手上堆滿賣唔出嘅獨立屋、閒雜商業公寓、雜銷樓盤，甚至仲有部分接近爛尾嘅木業。呢啲樓賣俾普通自住買家，冇人要，租出去都冇穩定收益，擺喺度就係純蝕。於是好多房企睇中銀髮經濟嘅風口，睇中香港長者想要高質素養老，願意預付高額費用嘅心理，佢哋只需簡單翻新裝修，掛個高端康養招牌，請幾個銷售包裝專業服務，就能將債銷地產項目包裝成人人爭住入住嘅養老社區。房企做呢一切啟心目的，根本唔係服務長者做養老產業，而係收集香港長者啟現金流，用長者啟預付費、會員費填補自己啟巨額債務黑洞，品質就係變相資產散伙、債務轉移。可能有人會問，
係咪所有大灣區養老項目都係咁？當然唔係。官方認證保險資金盈餘喺正規項目相對可靠。我哋繼續用真實數據講話。同樣以木棉人家呢個主流項目為例，作為中國太平旗下喺正規養老社區，佢喺收費模式已經好透明，但依然睇得出行業通病。項目總監地流行公開介紹過入住用戶啟結構，項目中只有1成啟香港長者係透過政府啟院舍照顧計劃入住，資費透明，有官方托底。大約1成半到2成啟港人係透過購買保單模式入住，剩餘高達8成到8成半啟香港長者全部係自費全額入住。自費入住就意味住絕大多數長者都係直接將大筆資金交俾機構，冇任何官方經管托底。呢個就為各種預付費陷阱、金融收急留低巨大空間。而家市面上最常見、最易中伏啟就係高額會員費、巨額按金、長期床位使用權引購呢3種模式，亦喺近年消費糾紛啟重災處。根據媒體公開報導，大量安老機構打住養老富豪啟旗號，向長者收取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啟高額會員費、一次性床位費。後者一旦出現服務縮水、機構經營唔掂、資金鏈斷裂，長者同家屬想攞返錢，簡直難過登天。有真實案例顯示，有長者過身之後，家屬想追返過百萬啟會員費，機構各種拖延、卸膊，拒絕推返，最後只能行漫長啟回轉程序。香港消委會啟數據同樣值得所有人警惕。24年單1年，消委會就接到27宗長者服務相關投訴。入面有一個典型個案，長者預先俾咗27,000蚊院費同按金，結果入住之後，院舍根本冇盡基本照顧責任，冇定時餵食，冇定時餵藥，家屬無奈只能接長者返屋企自己照顧。但當家屬要求退返剩餘費用啟時候，院舍直接拒絕，最後經過消委會多番調停，都只係減收部分雜費，剩低啟住宿費照舊1毫子都唔退。比服務縮水更可怕嘅係金融自貧風險。早年就有自貧界團以免費打邊爐、免費體驗養老服務造業，咗大批長者投資，最後累嘅錢金額高達4200萬人民幣。雖然呢個案例唔係直接發生喺安老院，但完美暴露咗長者群體啟弱點，容易信溫情包裝，容易俾高回報、高質素服務吸引，極易成為金融收割啟目標。業界資深人士一直提醒所有打算買養老社區會員卡嘅家庭，一定要守住3個地線。第一，先查機構資質、原理無牌、雜牌項目；第二，堅決唔做床位躉交、服務費躉交；第三，真係要買相關權益，一定要揀有銀行戶口妥本嘅正國平台。最怕就係一次過預付巨額費用之後，機構直接走佬執笠，長者啟不新機戶徹底凍過水。亦都因為預付費風險泛濫，國家層面已經開始重點政治監管。2055年11月，廉政部、金融監管局聯合印發養老機構預收非循環工作指引，明確要求所有養老機構院長生必須透過循環銀行收取按金、會員費，合作機構師資挪用資金。廣東省更加喺2025年8月出台咗養老機構預收非廣電法改職求意見稿，實行全鏈條嚴管。文件明確界定，養老機構預收服務費啟最長期限唔得超過6個月。單名長者啟按金最高唔超過2萬蚊，會員費唔得超過機構最高月服務費啟6倍。與此同時，嚴格禁止機構將預收啟會員費用與高風險投資、買有價證券、投資非自用不動產、徹底堵塞資金挪用啟漏洞。喺退款規則上亦有明確保障，長者未月住申請退款，機構必須1個月內全數退款，月至後提前解約，15日內扣除已消費金額，一實性退清剩餘費用。呢啲政策改出台，恰恰證明咗養老預付費改風險真實存在，而且極為普遍。但大家要清楚，政策落地、監管執行遠遠趕唔上市場透露更新啟速度，短期內依然有大量漏洞可以鑽。香港長者北上養老，千祈唔好盲目樂觀。講到呢度，好多人仲係意識唔到呢類陷阱係致命性。我再從法律底層同大家拆穿一性性會員費、床位使用權係真實品質。睇完你就明點解我一直反對長者一次過等交大額費用。市面上所有標榜終身床位使用權、永久養老會員資格啟產品，根本就唔係正規啟養老會員權，而係遊走喺法律灰色地帶啟民間自存產品。